在2025年4月，國際金融衍生品評估平台 Brokersview 公年度榜單，今明中國憑藉卓越的技術創新與貼心的服務，一舉榮獲2項大獎：亞洲最佳交易平台及最佳交易執行經紀商。作為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行員，今明中國成立已有15年，行員編號為084號。憑藉合規基礎與專業團隊，今明穩健經營，逐步成為投資者信賴的交易平台。此次獲獎，不僅是對今明綜合實力的高度肯定，更彰顯其在貴金屬交易領域的領導地位。Brokersview 的評審團由行業專家組成，透過大數據分析，從交易執行、平台穩定性、客戶體驗到風險控制能力等多維度，全面量化評估全球經紀商。今明中國能夠脫穎而出，絕非偶然。今明中國技術架構用國際通用的 MT4、MT5 交易系統，全球分析伺服器部署，具備負載平衡與災難復原能力，確保在極端市場行情下交易零延遲、不間斷。系統支援100萬級並發交易，實時風控系統全天候守護用戶資金安全。同時，今明提供全場景服務，覆蓋電腦與手機端，支援多語言，7×24小時真人客服在線，一站式滿足投資者的多元需求。未來，今明中國將繼續以香港為支點，聯動全球，堅持技術創新與合規經營，推動行業發展，成為全球投資者值得信賴的交易平台。